清明风。久闻大名，你就是传说中的气功司。怎么着？我没骗你吧？他就是我老公。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天天都来马场找我了，因为我老公会有点不高兴的。好。我真高兴你能把我当你的老公。对不起啊，我还有事儿。我看今天戚明峰是没有反应过来，如果等他反应过来了，下次再来没那么好对付了。管他呢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冬眠，我不希望你一个人过得这么辛苦。宁可风，你不会是全都告诉他了吧？我发誓，我什么也没说啊。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到我们这个年龄，我不说你们也应该明白，咱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不安全的角落。可能你们俩觉得我最近变了，不再是那个温顺的小绵羊了。其实我做这些，就是为了寻找内心的安全感。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逃避不了的心结。我知道你有童年的阴影，所以你不希望你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。可是我觉得你应该给别人一点机会，也给自己一点信心。不是所有男人都一样的。你不是经常跟我说，大伟就是个好男人吗？所以我不管跟他怎么吵架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想过要跟他分开。你应该相信，总会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生活里的，可能是戚明峰，也可能不是。但是你别一个人承担这一切啊！而且戚明峰他是孩子的爸爸，我觉得他有权利知道这些。所以冬眠，我觉得你应该认认真真的，不带任何个人情绪的，好好想想。但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们俩都会站在你身边的。还有你啊，我知道王老师走了，你伤心难过，但是我俩也会站在你身边的。你别憋成忍者神龟啊！去，才忍者神龟了，快哭了！哎呦，冬眠，没事儿啊，我跟可风一直都会在。孩子出来了，还有俩干妈呢，你怕什么呀？哎，还记得吗？那个时候你们都说我会最先当妈妈，结果呢，那个最傲娇、最不屑的说着我绝对不会当妈妈的冬眠，第一个当妈妈了。你爱冬眠吗？爱，当然爱。可冬眠爱你吗？别绕着弯说。好，我就直说吧。冬眠怀孕了，我之前是跟她发生过关系，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存在。冬眠怀孕了，你不知道？我知道她有一个孩子，不知道她能那么快成功。你的意思，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？我们俩还没有离婚，但是好长时间没有。那这个孩子有可能是我的。麦克，你刚才说你那么爱他，怎么就不能对他全心全意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听着，我的心有两部分，我生的就是这个样子，就跟我有两个胳膊两个腿一样。但是我这心
我能给的一半，我全都给冬眠了。我明白了。那麦克，我也告诉你，你既然就给了他一半，我会把我全部的爱全都给他。那个，我是想说，昨天晚上凭我的记忆来说吧，咱俩应该是没有。哦，你看你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，今天早上这么早起来上班，我给你熬的醒酒茶，你喝了以后能舒服点。你先说吧。你先说，你先说。我就是想说，昨天的事儿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其实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。我觉得昨天晚上不管咱们到底发生还是没发生那样的关系，我都希望咱们能做回以前那样的朋友，因为我觉得以前那样是最好的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真的哪样的话，我也会负责任的。哎，多大点事儿？就是多大点事儿啊，是吧？Hello，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叫你以后都不要再来了。干嘛呀你？你要骂啊，你要吃饱了再骂，吃饱了才有力气，是不是？我不要吃你拿的东西，拿走！管谁拿的呢？能吃饱就行呗，是吧？我不吃。哦，你是我认识的那个戚明峰吗？你，我原来认识那个是一个花心大少，根本没有这么死缠烂打。你烦不烦啊你？我听说了，孕妇的情绪啊总是很不稳定，所以你说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还有，你也不是我当初认识的冬眠啊，温柔娇气，但是现在我更喜欢。耍够流氓了没？滚！这刚哪儿到哪儿啊？耍流氓算什么？啊！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我会每天都过来，不管你开不开门，见不见我，我都会到。给我滚！滚！你滚！好，我现在就走，好不好？记住，把饭吃了啊。还有，岳父要保持轻松的心态，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冬眠，冬眠，你完事儿了，轮到我了。OK， 祝你好运。水果，有营养的东西啊。
现在肚子里怀了一孩子啊，你应该多吃这种好东西。哎呀，这个什么破东西？哦，这盒饭啊，盒饭这种东西尽量少吃啊。这是那种监狱里头的犯人啊，电视剧的剧组经常吃东西，不好吃。这种破东西。尽量少吃。哎，这是哪一个傻逼送的？你为什么这样看我？3、2，我知道，明白。我是比较懂事的，不是跟一些其他的就不懂事的人，哎，其实冬眠。呵，这是要 PK 的节奏啊！哎呀，太有魅力了，羡慕死你了，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。太浪费了，不吃别浪费啊！你加入丐帮了你？这个地上随便捡垃圾都吃，你天！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那么好吃的苹果多浪费呀！